大家好，呢度又係切割大王特家啦。我今日會拍攝一道吃播嘅，食啲咩咧？花生。好，變個魔術即刻到。好啦，我哋二話不說開始。我食呢個咧叫做個牌子叫做樂花生啦，係蒜香味嘅。你睇下，仲有個乾皮。好啦，我哋開一開，等下倒啲花生落嚟。好啦，揾工具突然變出嚟添，唔緊要啦，嚟啦，開始剪。我哋小時候可以試下一本反勝嘅機會，因為其實本來一直都係輸嘅。係啊，一定輸嘅，一晚就係輸咯。講啦呢樣。OK，嚟啦，倒幾粒試下先。好，嚟。OK。迫不及待咁打開第一個，條繩係咁寫嘅。哇！你做咩用原子筆啊？唔得啊，要用翻鉛筆啊！你小學生係唔可以用原子筆㗎，老師規定喎呢個。唔同。我寫俾你睇啊，一個口字，跳繩用上跳需要捉字部嚟嘅，一動一停，有次點動。我哋變個魔法先，將啲殼剝晒。跳繩個繩。3、2、1，睇下大家，我變咗魔法啦！嚟繼續試食花生。一個水一個乾，再加。好飲。快啲清空佢。點可以講係正嘅？佢口感層次豐富啦，好正。好，今期嘅視頻就到呢度，拜拜！記得點讚同訂閱。